有人為電影改名，給阿媽得食毒，將迄話廣為人有，慶州話打咪哦講呢，給阿媽得食毒，將慶州話照拍佇給阿媽得食毒，那佇慶州話攏人講本阿婆該食毒，比較細緻。給阿母的情書，在客家話走讀係給阿母的情書，迄啦也就係無事啦。我查開 RTM 客家話新聞主播用嘅客家音詞典，客家音詞典第背咧，無係 MOT 條。就係音頻條，給阿母的情書咧，用客家話比較自然嘅講法係變阿婆嘅情書，給阿媽的情書，用廣府話照讀係給阿媽的情書。不過我哋平常時都係講俾阿媽嘅情書，比較自然啲。